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时间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这2天，你敢有看到一条小小新闻？讲到美国的空军大学公布了中国的火箭军复制弹头伫中国基地的种种，而且足有咯。会使讲，我知影恁兜藏炮仔的仓库有生菇。而且云上的岛景佫无卡路，你听到是毋是惊一跳？所以我甲你见面的时阵，你就毋敢甲我喊苦。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锡。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第2位是前 F16的政治教官、美国教官黄永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第3位是台湾智库资深委员张国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第4位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第1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首先，咱就来关心，这是美国的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内底甲中国的核子的弹头安怎运送、安怎管理写甲真有路。学者认为，这毋是短短的时间就会当完成的。军事专家嘛指出，美国这个动作是要来警告中国。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顶一日发布中共火箭军核弹头管理的报告。报告详细指出，中共核弹头藏的所在、保护设施甲运输的单位。根据报告，这个核弹头藏伫陕西真岭内底大河洪川的中央军控库，由67号基地负责管理，再搁透过直通车运送去军方区域作战基地。学者指出，这个报告毋是伫短时间完成的。这个报告应该是较长久的准备啊，较重要就是讲，这个所在的交通、出入的交通有足大的不方便啊，都爱用半暝就大卡车来运送。学者提醒，未来伫陕西宝鸡附近城市也是郊外，原来要注意敢有放核弹头的设施。伊嘛讲到，报告是经过长久的准备。实际上，伫2022年，美国就捌做过火箭军基地报告，不过即届智库发布的报告更较有路。除了公开中国核武库的运作机制，报告显示 AI 伫美国对中国核武掌握能力上发挥的功能，特别是伫美国移动冲突 AI 凸显重要性的时机之下，嘛，互外界更较要意美国的动机。目前其这数量的面顶是美国加足多的，所以中国伊即马嘛是挑工要互美国知影讲有淡薄仔的能力。所以即摆的情况就是美国要互中国知影讲，所有的情报伊拢有，互中国伊莫四过去黑白想。报告透过 AI 进行大规模语言处理，佮有情报收集，互中国核武库透明化。对照3档外前开始公布解放军火箭军下9个基地资讯，即届集中伫核弹头源头的基地资讯，佮有内部生菇、辐射涂粉相关细节。除了 AI 情报收集以外，敢是有间谍提供情报，嘛引起外界关心。这份报告伫川普、习近平咧要见面进前发布，是毋是真做美国制衡中国的武器之一？记者林教育谢桂林采访报道。可能观众朋友你认为讲，我毋是军事迷，我看甲又是要创啥？实际上我毋是要互你讲这内面写甲真油所以你就爱看。只是你来看讲，伊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乃至到讲是毋是川普甲习近平的会面，会来延后甲即个有关，还是讲甲即个无关？是甲即个伊朗的战争种种，甲中国目前即卖经济情形，咱来看这份报告内面吼，佫有徛尾，这因为是一个挖近即个较山区的所在，所以有的骹路足细，咧巡逻，用马咧巡逻啦。迄敢若迄个民国时代迄个马步芳的即个骑马部队啦。但是这内面我要先请教着辛老师
老师，这个基地的报告吼，因为逐年拢无定时，有当时会出来吼。有人讲啊，这就是数上啊，大家咧。但是我看这摆报告内面写甲真幼啊，写甲讲哦，恁这有咧拍打，啊拍打可能是生菇，而且吼，因为咧执勤的时阵拢袂当摕手机啊，所以大家啊士气真歹，拢无爱来，拢欠人欠个真严重，迄写甲真幼。新老师你安怎看？咱知影美国伊即马有一个新的想法甲概念，叫情报合作，也是侦察合作。就是讲，我知影你咧创啥，你有啥物能力，我足清楚的，你毋当黑白来，是即款的目的。咱知影过去伫2-3冬以前美国的空军大学嘛公布一个报告，迄个报告出来了，咱知影迄个报告连一个士官的组长也是啥物主官名拢有足详细。后来咱就看到讲中国火箭军有贪腐的问题，因为美国也是习近平在讲，你这个苏联员李玉超，恁囝伫美国，敢是你将这个机密送互美国迄个时阵有差不多70多个将军。火箭军的将军和整数，为司令员、为副司令、政委、副政委，拢总换掉即马这可能嘛有这个目的啦就是讲我知影你的核弹你藏伫地我若要拍你是足简单的咱就会当想到讲即届美国甲以色列攻击去伊朗的核弹的位置、飞弹的位置甲这是有关系但是表示讲我即马会使拍伊朗后届我会使拍中国。至于讲你讲到讲有一个黑点，敢是生菇，我毋知啦我毋知影讲卫青有遐厉害啦你生菇，若是真正生菇我看是有人去内面去看到甲讲的嘛。可能有几个来源啦，第一个就是科技情报，科技情报就是我用卫青我看到放大了我会使内行的拢看到讲你是安怎你伫遮你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第二个就是讲。human 就是人员情报可能有边仔的人互收买翕相互美国第三个就是讲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开源情报。我就看你有一寡文章，还是有一寡阿兵哥伊伫网络咧黑白写，毋知写啥货。是像在电视报道啦。对电视报道其实咱知影中国的电视伊有筛选过，伊袂讲伊的缺点互你看。毋过有当时也是可能阿兵哥家己翕的，内行咧为这影片内底会使看到讲，你到底比啥物棒，家己拢参做伙，你就会使做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这个报告愈详细、愈精彩，伊会产生一个贺主能力。甲中国讲，你的创造我拢知。是安怎伊前几年的报告拢讲，中国核弹头即马咧增加2030年以前增加1000粒，2035年1500粒。伊这安怎来？就是靠这个公开情报，还是科技情报算出来去推算。嘿，新老师，佫补一个问题，这份报告甲2022年，伊讲迄阵时公布了9大火箭基地，甲这一次的这个报告的这精神，你感觉上大的无共款是啥物？我感觉顶个2022年迄就是展现讲，美国有这个能力，你所有的火箭军，所有的部队，你的能力，你的部队伫地，你的名叫啥，伊这嘛足清楚。这第一个。即马即届我感觉是针对迄个核弹头，你的核的能力甲中国讲，我知你的核能力，甚至你的核弹头藏伫陕西宝鸡倒一个山头，我拢知足清楚的。我若要拍你，可能我的战斧、巡弋飞弹，还是我的弹道飞弹，会使直接甲你摧毁。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讲，我甲你讲你的缺点你的核子的这大头甲迄身躯你囥无共款所在，囥足远足远的。若万不然你要写要送出来的时阵，迄路阁足矮足矮所以真容易受到攻击，叫 vulnerable 讲这是恁缺点。但我感觉真趣味，你的敌人甲你讲这是你的缺点，伊应该是唱8个缺点无甲你讲。教官，你感觉？因为这个报告是美国的空军大学
来对这类，他们叫做这个中国的航太研究所，是，它定期都有发布。其实它3月就发布了4篇，这是其中的一篇。哦，那它的题目叫做在刀锋上跳舞，就是很危险的意思。 Dance around the blade。那它里面其实在之前的报告都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大同小异的想要表达的东西。那跟美国比较不一样，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说它的核弹头本来就要储放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有这一篇报告也看得出来，它要时常去做测试，它的弹储的环境要控制好。然后你才知道说这个是有效的，要不然你把它装上去了以后，这个是无效的也不行。没得个物件。那他是用公开情报的来源，他一直强调他是公开情报，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电视或者他报章杂志或者他内部文件曾经有披露出来的，他不会有机密的资料。哦，就像他之前的报道说，这个火箭军的相关驻地的确实位置。跟他的主观跟他的人员序列，他要把它报出来，他不会去刻意的去把自己的情报来源去泄露，因为他对外讲都是用公开情报啊。那公开情报是没有办法写到这么巨细靡遗，但是一定有配合到他的内部的情报来源，就如同刚刚这个沈老师讲的，公开情报借由其他的管道去做一些确实。那他在美国空军大学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每一个要往上走的少校、中校阶层的人都要到参谋大学去受训。哦，所以这个意思。所以你要 pick up 你要研究的方向跟研究的主题，那你要有一些来源，所以他找这些人一起来合作，来把这个报告把它完成。所以这些脉络，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智库，只是它在空军里面的智库。那它的智库最早的来源，大部分的成员是来自于这个兰德。在做兵棋推演呢。对，那里面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哦，就这个刚刚讲过了，这个照片大部分来自中央电视台。那他利用这些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去往里面挖到了一些东西。那另外一个，他发现说他侦测，还有在这个监察这些装备的这些装备，这些测试，我们讲 test bed 之类的，这些都是美国制跟德国制的，而且都是比较老旧的型号。那它的运输，它也有一个这个几十个人在教室里面拿个方向盘，它的运输就是因为这个路是歪七扭八的。那他要载运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这么危险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这个训练也不能马虎。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训练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用电脑辅助、用这个 VR、用这个模拟器，实际上是有一段的差别。最后我讲一个，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要丢出来，就是不单单是告诉中共说我对于你的这些，其实我很了解。第二个是告诉美国自己的民众，为什么呢？美国现在在跟伊朗打仗。那川普的最大的诉求就是伊朗不可以有核子武器。如果你伊朗核子武器你给他放过了，他以后就变成跟中共一样。对，所以这个更增加了他对伊朗动武的这个正当性是。是有还有这个作用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一方面嘛讲，我就知影你厝地内面，伊内面佫写到讲，伊有去测试过，这佛祖的大头送，送了后，佫去测试讲，哎呦，阿母奈拢起去啦，无就变去啦，这袂使用，所以爱赛车的时阵爱安怎纠正安尼，写较遮幼着其实我会感觉讲。这无内面有干涉伫的，他有可能遮厉害，张老师。其实中国有核子武器是伫差不多1960年以后啦。对美国来讲中国的核子武器
为迄个时阵到即马来讲吼，当然对美国安全有威胁，但是是毋是美国真正足惊呀？是为以前到即马拢无啦，因为第一，中国无代无志，无可能摕核子武器去拍美国，甲以前的苏联是无共。即马这伫美国内部足侪中国人，包含伊足侪的即大头的即种的即个竞赛嘛好，即厝内面的人嘛好，所以一方面来讲吼，美国本来就认为甲中国拍一场核子战争的可能性无悬，所以咧，即马公布即个中国核子武器的即个状况吼，其实对美国来讲，第一一早就知影，第二真正对美国有影响的是美国假使来保护台湾、保护日本的时阵，爱面对的中国的海军、空军迄种的武力。就是较传统的，所以咧，美国即马公布这个吼，我感觉当然代表美国的情报能力是足勇的，但是这勇嘛用几啊十年拢足勇。第二咧，假使美国真正会当强暴中国的海军、空军真正的作战的能力，安尼对中国来讲吼，可能这真正惊，这真正惊，因为中国拍台湾。美国假使出兵来保护，我个人认为吼，实际上各国嘅专家嘛认为吼，这无可能走到核子战争啦。所以咧，拢是甲过去嘅武器，传统嘅武器咧用。所以美国真正爱对中国有效果吼，就是强暴伊所有嘅海军、空军、现主时嘅这种对台湾嘅这种嘅武器，哦，安尼对中国来讲可能较惊。CIA 你有听到阮张老师在讲哦？第二咧，这就是一个长久以来吼，足侪人咧讨论的问题，就是你美国强暴这种的进步，一种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真正是安尼，但是中国看到啊，假使伊知影讲真正因内部的，互美国知影，伊绝对会修改嘛，绝对会增加伊保护爆防的这种的程度嘛。无任何正常的国家拢一定安尼嘛，所以咧，真正到战争的时阵吼，讲实在可能全部拢改，哦，足侪物件拢改，然后伊嘛迄个多一个人做了白啊，走去甲美国讲，所以美国安尼公布吼，是毋是一个上好的这种的政策？我感觉无一定。亲像咱台湾嘛是，台湾过去吼有一个少年囡仔足勇，然后伊就写一本册，讲伊安怎为公开的来源。好去强暴，好，这个中国的军事的基地，军事的部署，这个咧，只有互中国知影伊到底有啥物问题，紧去改。安尼到真正战争的时阵，可能咱面对的是伊拢改。哦，所以我感觉，不管是军人，还是一般百姓吼，对于这种的物件吼，还是可能小可爱有较保留一点嘛。老师，第二就是假的。刷落来，伊就是要甲习近平见面呢。这公布这双方面大家拢感觉讲，当作无看到安尼。干嘛？强暴这吼，讲实在，第一几啊十年来，美国拢足清楚啦。所以咧，互你知影我有偌济飞弹吼，电脑嘛像警察去执行任务的时阵，伊穿是互歹人看到，代表讲我就有这种实力。对中国来讲嘛是安尼啊，中国。为以前到即马，伊嘛无惊人知影讲，伊是一个有核子武力的国家。第二咧，即马无可能两国核子战争嘛，真正要指的物件，还是经济伊朗的问题其他嘛。所以咧，川普去甲习近平见面的时阵，提出我对你的武器，你的核子的能力足了解。我感觉对中国来讲效果足少。除非咧，川普确实提到讲中国内部。你经济真正的问题，你倒一个政治的决策有啥物问题？啥物人对你习近平的安全威胁？我甲你讲，你要甲我报答，这种佫较有效啦。你讲你有偌济飞弹，啥物迄组的习近平讲，本来我比你这方面较歹，这你嘛知，我嘛知，天嘛知，地嘛知。第二咧，
本来我就无拍算，当然伊安尼讲，我就无拍算啊，用即种啊，甲你解决问题，咱是和平嘛。吼，变做因为任何国家领袖见面的时阵，绝对讲咱一定是和平嘛。你即摆提这出来，讲实在，国际上谈判吼，真少是安尼啦。除非是已经战争开始啊。所以无迄个吓惊的作用。我感觉无吓惊的作用。习近平就讲无啊，这就是新闻报道啊，我无可能甲你证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教官，你认为有吓惊的作用？我感觉真少啦。我认为哈，因为这个东西，我就讲了，光3月现在才第2个礼拜，他已经发布了4篇呢，这是其中的1篇。他并没有说把这个东西我摆在国会里面去报告，还是干什么？他是很我们讲 routine 的这个报告。那他也持续在做研究。那公开情报是这个样子，不代表他我同意，不代表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你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讲了嘛，他的来源是公开情报，然后里面包含了这个社交媒体啊，包含了这些，比如说他的微信一些这些相关的东西。那我也不认为他会在这个2国元首见面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应该是不可能。好，那我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啦，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他在内宣啦，因为我现在打伊朗，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民众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度有在下降，因为你有伤亡出来了嘛，所以我要有一个正当性，我的正当性本来，川普的正当性本来就是我不要让你有核子武力。那伊朗跟中国、跟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个特色，它不在那个防止核扩散的条约里面，它不是里面，所以我爱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如果是我们真的2国要用核阻吓的方式来进行后续的这些相关的谈判，就应该像这个俄罗斯跟美国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一定的数量，美国最近也在做它的义勇兵飞弹的弹头的维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放久了以后，你没有经过定期的测试，什么这些东西你不知道。然后他把这个弹身，就是飞弹的弹身拿去做重新设计。然后要换新的，他连发射井都重新做，所以这个核子武力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好像我做了就有了。其实你后续要维持它，需要花很多的资源跟这些相关的东西。那这个机会的确让美国人自己老百姓也知道说，那个很可怕。如果让他这样做起来不得了，那他有正当性。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川普不会那么白目的说，我跟习近平见面，我跟你拿出这个。如果习近平跟他讲说这是假的，你怎么办？对不对？他就没有退路了。我补2句啦，我感觉川普起来以后，表面上对习近平是足强的，其实足侪代志拢是斗习近平3工。习近平假话时阵抓张幼霞，抓足侪种领。伊就有外口的人就讲，这人可能就泄密。即马美国公布这种报告，习近平绝对有足好的理由讲看吧，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代表我假话时阵这种的政策抓人是正确的，是对的。因为即马中国内部是足侪人讲，为什么好无代无志抓2个足大的种领，到底是什么罪名？即马也未提出来审嘛。结果咧，你美国公布这大部分的人无可能去。了解，包含伊军内的人嘛，无可能去了解讲，这美国公布的到底是真还是假？但是直接会看到习近平讲，我爱抓人，爱注意保防，爱注意这个纪律是正确的。我看是这种效果可能较大。来，辛老师，咱知影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拄啊互抓的时阵有5个罪名。讲严重违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后来有一个美国的媒体讲，张幼霞泄露中国的核武的机密，这个时阵美国空军大学就出这个报告，会有人甲2个甲到座位讲，真正是张幼霞泄露这个机密这是策略应用啊，大家拢知影讲，这年度的报告。伊一定要做这个报告美国的海军战略羽毛节研究所，伊针对中国的海军当年某一个报告。毋过我感觉这个报告咱知影这个报告，
中国的核武的威胁，其实包含两个啦吼。第一就是讲你有啥物能力，第二个就是讲你要安怎使用，对我有影响，就是意图，这个报告就甲你讲，即马中国的核子武器有啥物能力，你藏伫地，美国足清楚的，咱知影即马中国的核武弹头差不多700几粒，毋过美国差不多5000粒，无法度比啦吼。毋过咱知影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迄个罗西亚就是讲，我有这个核子弹头，你若介入乌克兰战争，我会使用我的核武弹头，中国嘛会使讲，我即马有偌济粒，你若要介入台湾的冲突，我会使用这个核子武器，就是讲用这个战术性的核武，还是用核武来合作，叫美国唔通介入台海的冲突。美国就是讲，我知影你偌济啊，去年6月，会比拳头大。对啊，去年6月，我就用钻地炸弹，甲迄个伊拢的核子武器拢炸了，你藏伫陕西宝鸡，我嘛会使用炸，看你要创偌深，100公尺都会使甲你拢总摧毁。咱知影以早嘛有公布讲，中国伫甘肃还是新疆有足侪发射井，看着讲一粒迄个发射井后来佫有情报讲，伊个发射井咧挂吼，无法度拍开。佫有讲用滴水。对啊，有讲迄燃料都提去煮火锅啦吼，还是滴水啦吼。生锅可能安怎来？伊内底拢滴水啊，生锅吼。但是讲伊有当时是训练时阵，你袂使装迄个真正的迄个火药因为你敢若运送安尼，你敢若毋是真正的实弹演习，是有可能啦吼。毋过这嘛显示讲，美国对中国所有的能力，甲你的意图，其实将来足清楚。拄仔讲着讲，咧川普要访问中国，甲这敢有关系？我是感觉无直接的关系。毋过我应该是美国国安会还是川普，应该知影，若是上歹的状况之下，若要发动这个核武的冲突还是战争，美国的能力安怎？中国能力安怎？我想伊应该知影。低己低屁啦，吼。对啊。王老师，到底川普去找习近平，那如果若毋是为着军事，就为着经济哦。伊主要即摆伊是忙啥物？是因为关税要讲袂顺车，还是讲我要爱伊来甲我买我的大刀，买我的波音飞行机，安尼念吗？安尼，所以伊才会讲。我上好我无爱去，我无爱去食迄肉包，我直接北京讲就转去，是安尼吗？我先补充一下我自己不是军事专家，可是连接到美伊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美国的骇入伊朗的监视器，然后可以去掌握到那个伊朗高层的动态，所以到两会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照片嘛。习近平没有坐在主席桌嘛，坐在下面去，就是怕被监视嘛。所以从我自己比较过多的推论说，这边有写到他透过公开开源的方法，如果可以骇入到中共的天网，然后告诉你，我可以透过你的天网看到你的东西藏在哪里。跟你讲，这是我们非军事的看法，就是从过去2个月的脉络来看，那回到川习会，其实我们一直也被问就是也很无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2个见面要谈什么。谈什么？所以大概像有几个可以确定的就是主持人讲的，大概就是大豆啦、稀土啦，然后牛肉啦，那就波音那个飞机大概就这样子。那有几个过去的观察点第一个是从去年11月的川习会后，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植物类的没有加肉类，植物类的连续9个月是衰退的，换句话说并没有增买。那2月份彭博社有发布到3月中，大豆订单是取消的完全零，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裁测EPA没有用，无效了，他就不买了。
那另外一个稀土方面，听说实际上面也是9个月出口衰退。那么已经有2到3家的制造商已经没办法出货，因为没有稀土啊，美国的，所以代表说其实中共是在说这一块。那么是不是为了川习会后再重新的开放？那 CSIS 美国的智库有做报告，基本上超过60%以上的美国专家不相信中国会履行承诺。所以安尼唔就怕时间去讲3讲4讲，你转来也不爱照做。就是回到我们第一的2018年、19年那时候，我常说那时候我见识到川普的险恶，就是他可能在川习会上说我要买多少，那你也同意了，那就够了，因为他要启动选举嘛。所以呢，我只是要一个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买我不管，不重要，不重要，反正你答应我，到时候我再看要不要施压你买嘛。可是先要到一个契约，那我回去跟其中选举交代就好了。那2018年、2019年就是这样玩的、所以这对伊来讲，伊可能是一个虚的，去到遐人的，我选举有题材，转来我有通交代安尼就好。对，那可是问题是，像回到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说过，习近平的想法可能不是这样了。习近平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想的还是要跟美国和好才能卖东西到全球，可是现在我们证实了嘛，就是辉达的 H200晶片已经是停工的，整个产线关掉的。换句话说，中国跟你都懒得跟你买辉达晶片了，我就懒得跟你做交易，我现在打算自己玩自己的，不管叫做一带一路或是全球南方，我就不打算跟你美国做生意了。所以现在问题就回到国成老师刚才有讲到，我去年讲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好像川普对习近平比较软？因为习近平对美国已经没有要求啦，我没有对你美国有任何奢望，我无要求于你。但是反倒转来讲，川普对中国的需求嘛无悬，只是爱拔只喙水，转来有通做选举。可是问题是，习近平要不要给他这个舞台啊？所以不只是川普想要施压，甚至他可能碰到习近平。我们一直说过去我一直不看好川习会，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当局都没有公开证实有这件事。对，说不定是北京已经给他闭门羹了。那我就说，那我也不要去了。是我不要去的，不是北京不让我去。老师你先低哦，老师你先低哦，对老师你补充一下意见。我感觉国成老师讲的吼，真正是足侪咱单位的观察啦，就是为头开始拢是习近平讲，毋是川普讲习近平是我足好的朋友，然后讲我3月时阵爱去甲伊见面。中国方面不管如何吼，为头到尾。第一，唔捌讲过川普是我的好朋友，唔捌讲过。第二咧，完全无一个媒体甲记者会，啥物人讲过讲，即个2个大头爱见面。伊标准的讲法拢是讲即个沟通是好代志啦，中国甲美国的关系是足重要啦。即种今年是啥物中国美国关系的大年啦，讲即种尔，伊尾头到尾真正是头拄我讲着，就是唔捌有正式讲3月底伊要见面。无，而且咧，讲实在吼，真正川普去甲见面吼，第一，英国即个其他国家人拢去，即马中国内部会当宣传，你看美国也是爱来啦，因为是一心来，毋是我过啊。这讲实在对川普来讲，假使去无摕到啥物大的成果吼，因为无民主啊，无遐民主啊，就是伊去嘛，当然食绝对食足好的啦，绝对大足好。中国安排几啊千人万人来欢迎，这是无问题。但是成果可能少，所以咧，看到即马中国即种的足奇怪的状况吼，莫去较好啦。因为对伊来讲，莫去嘛好啊，这去有啥物较大的好处，看嘛看袂出来啊。若是沈老师，你认为讲除了这川习会以外，咱看到讲即马中东的这战局看起来会佫拖落去哦。因来讲好啦，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啊，
我这3个 H 我拢甲慢起来，啊我开轮啊赛，我就来等。美国敢会安尼做？因为美国看起来对着其他世界各国伊真正袂交代，尤其迄天然气，迄一关起来，迄路一关起来，搁要启动，迄就迄爱2礼拜、3礼拜呢，一项慢慢起啊，无就随着崩起呢。老师，首先我讲一个传协会哈，我看法较无共款啦，我是感觉中国习近平较需要川普3月底的时阵去中国，因为两会拄啊结束，咱看到两会的时阵，习近平看起来伊的权力是足稳的哦，伊需要川普见面，见面了后对中国内底人讲，你看 G2 已经成型啊，G2 的2个上重要国家会使谈一寡两国之间的问题，无论是讲平衡贸易逆差的问题，还是台湾的问题中国较需要靠即届会面讲台湾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的问题。咱知影路透社有写报讲美国要公布讲卖台湾140亿的武器毋过迄媒体呐川普嘛讲，全社会结束了后，伊会公布即个军售咱知影去年年底美国出售军售武器111亿的武器，中国就演习嘛后来本来是讲3月之前美国爱公布即个军售，后来讲先无爱公布，搁刷者，全社会了后才公布所以我是感觉中国会利用即个机会，第一个就是讲你的军售，你先甲我讲。你的军售袂使遐济，你卖台湾的武器袂使遐好第二个就是讲，习近平大概拄着川普拢会讲，你爱讲无支持台独啊，你爱讲反对台独啊，当然即届伊嘛想要安尼咱知影，其实你拄仔讲着讲，即届会面甲迄个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敢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讲，若是即个战争可能即摆已经袂赴啊。2礼拜就结束，我是感觉这会面会正常因为川普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拄仔讲到农产品的问题，无论是美国牛肉还是大豆即个因为着要平衡美国甲中国的贸易逆差，伊要求中国加买挂2000万吨，咱遮中国嘛准备好啊，伊讲我准备要买600架的波音的飞机。做伴手礼你要来欢迎你我准备要买500架、600架飞行机来欢迎你。你得为这个看得出来讲，习近平较需要川普去中国访问川普伊即马看到讲，伫伊朗的战争看起来无遐紧就结束伊就讲你喺中国你90%油为伊朗来，你嘛爱派军舰来遮来护航来拍开这个荷姆兹海峡中国会讲爱风险要悬。我迄阵若去互伊朗拍要安怎？是买啦咱看着讲中国的油轮即马嘛无啥物风险。对，拢通报我 China 对拢经过就会使过所以川普就讲无我因伫我去中国访问，甲这无关系啦除非是上重要就是讲，伊即马要战争所以伊要伫美国指挥，这真正是事实。咱看着讲，美国伊增派兵力包含第3个航空母舰2500名陆舰队伊的扫雷舰即摆差不多伫马来西亚差不多1礼拜到10天会使甲中东就是即个时阵3月底拄即个部队拢会到遮可能会发动攻击。若即个攻击讲失败可能川普真正就无用伊要即个就所以伊讲延迟1个月，理由就是这个。美国教官，你对于伊朗的这战争，伊应该是安怎来结束？安怎来好好落台当收煞？你的见解？我觉得这场战争在打媒体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在打媒体。宣传呢？如果大家看那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是每天的话，它也是到一个节点，它就会指挥官会出来做一个报告。那周边的几个国家，他们的国防单位也会做报告。其实上有一些外国的媒体很仔细的在做这些战果各方面的那个，我们被一些这个无人机攻击的东西把它过度放大。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对于飞弹的拦截率，美国跟中东这些美国的同盟国家，还有以色列，一开始的前10天几乎都保持在95%以上，前2天是98%的97.5%，所以他打了500-600枚，实际上只有几枚没有捞到而已。那无人机的防御到目前为止的话，也都保持在85%以上，但是不够的是因为这个无人机一直进来。美国在中央司令部在前几天的报告里面也讲了，说他该打的工厂也把它打掉了，然后储存的地方也把它打掉了。哪里飞来的？啊，他的飞弹是你只要被打掉，飞弹没有办法嘛。但是我们知道的见证者136啊，它有授权给俄罗斯生产。好，第一个，第二个，有个未经证实的这个媒体上面，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在传的，在中国有发现那个见证者136的机身一大堆在帮他做。当然，这个东西必须要去做证实那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在帮助他？另外，伊朗已经被炸到乱七八糟了，为什么他现在还有这些情报可以去打到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的重要的地方，还有美军聚集的地方呢？有人跟通风报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报的部分，是不是？当然，在这边我要讲的这个是我看的推论的，推论的，是不是？刚刚讲了说习近平跟川普见面，其实习近平只要讲2句话，就已经这个会面就结束了台湾问题跟军售问题啊。那你要给我答复啊！他们2个已经通过电话了，所以川普在电话上面跟习近平讲说：“这个我好好想想，我给你答案，是不是？”我们大家回想一下。但是一对记者讲 ，Taiwan is Taiwan， 对啊，但是他说我会给一个答案嘛，他说我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就不给。对天咧讲的时候，我就是调讲讲你听，有可能安尼不？所以现在这跟伊朗，我是觉得跟伊朗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啦。那是不是他有掌握部分的情报，或者是这些东西？那大家坐下来谈嘛，大家坐下来谈。你见面有实际的意义啊。对，那这些东西会不会让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就开四地洞啊，就他早张老师所讲的天地地地你地我地啊。对啊，只要出来2个是笑的就好，只要握手就好了嘛。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再观察，看这个战争。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其实80%左右的这个伊朗的军力已经被打掉了。那为什么还持续一直有这些？尤其是见证者136，那持续一直出来。这是可见，其实政治是高明的骗术的。来，张老师，全世界的人，美国人、伊朗的人，大家拢知影。美国嘅海军、空军、军事方面绝对是赢伊朗，这是无人会怀疑啦。伊朗家己嘅人民嘛，无感觉讲，即摆互美国绑啊，即种状况是伊政府无能啦。我想这是一定的。所以咧，即摆美国逐工公布讲，拍掉偌济伊朗嘅工潮、飞行机、船，即个大家拢感觉这应该。对伊朗的人民来讲嘛，无啥物大影响嘞。大家拢知影，旧年嘛拍过一遍嘛。大家即马关心的就是伊朗会当挡偌久，而且咧，伊个政权是毋是会当伫即种攻击之下继续统治即个停会掉，即个会当继续统治即个国家。假使伊继续停落，就亲像以前美国去拍越南战争共款嘛。越南战争大家当然拢知影。一定是美国较勇啊！对越南的共产党，那有可能跟美国对抗。但是咧，伊重点毋是讲拍死偌济美军，而是讲真正互美国偌大损失，伊就是爱停落去，互美国感觉尾啊，大家感觉讲即种战争无政治的效果，退倒转去，安尼伊就共产党就赢嘛。即摆伊朗完全是看即种状况，完全即种模式，而且咧，伊只就做到一点，伊即摆对内就宣布美国惊咱啊，所以伊毋敢亲像拍伊拉克共款，派陆军、派陆战队来拦遮，
这就是咱较赢的所在。因为过去大家拢看到美国派大军去伊拉克，伊拉克就伊朗边遐嘛，看到陆军嘛去，陆战队嘛去，足济几啊10万美军去，即马伊唔敢来，代表啥物？我咱较强。然后这个独裁的国家吼，说服伊的人民吼，伊绝对是有民主国家的人吼，民主国家政府无法度去想的方式。而且路就无共款。讲实在，这嘛是事实啦。川普就是唔敢到即马伊无派嘛，伊派伊年底选举免选啦。所以对这个战争来讲吼，全世界伊朗、中国这种的吼，迄边的国家，罗西亚这种吼，就是看美国会当挡偌久。然后其他国家，美国的朋友就看美国伊到底会当拍到什么目标，亲像日本就好啊。日本大家拢知影，日本的海军伊个海上自卫队是足勇的。然后日本的高市首相马上就要去美国访问啊。但是咧，川普讲爱叫你日本爱派兵去护航，去韩国护航，伊嘛足硬呢，伊无爱派呢。实际上，日本的高市首相，伊即摆国会是绝对多数呢。伊假使讲坚持爱派，国会会当通过呢。但是为什么伊无爱派？安怎呢？就是看你川普无啦。日本派这种兵要创哈，所以除非日本即马即种的朋友哦，即甲美国上马子的朋友嘛无改变迄个主张的，无爱派，所以澳洲嘛无要派啊。韩国莫讲啊，韩国即马甲中国较外，所以英国嘛无要派啊。当然英国即马船较少。所以变做讲无一个爱派，这个对罗西亚来讲、伊朗来讲，是毋是会说服人民？咱是赢，伊是孤立的，而且联合国嘛无通过讲爱去增加这派兵。台湾人拢足看袂起联合国，但是联合国假使有授权，各国就会派。亲像美国以前去打伊拉克时阵，不管如何，迄个时阵联合国有授权，所以咧欧洲的国家，这个韩国哦，这个足侪国家拢有派兵，啊，不管派侪派少，至少国际上伊正当性就增加。所以我看吼，即马问题是川普吼，就是爱安怎把这种战争算到水溃的结束。哦，这当然嘛，毋是每一个因素拢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会当控制啦。惊是惊讲赢了战斗，输了战争啦。对。吼，但是呢，这个政治要是后来是后头厝，美国后头厝，即摆到底经济是安怎？甚至真需要，尤其我即摆听王老师，即摆听讲有真侪枪枪要甲控告即个美国政府，讲啊害即个利息啊害即个本金。但这项代志对着川普来讲，尤其其中选举啊，而且发动即个伊朗的战争，其实支持度无介悬。即伊本体即个经济，伊是安怎？有透过即自4月，自旧年的4月1号开始，即个关税，伊敢有体制，敢有改变？这边几个问题来先回答。第一个经济，那通膨2月份是2.4，跟川普刚上任的时候下降了0.4。哦。所以并没有大家想的，好像因为变差或恶化，因为加征关税的关系，失业率确实比他上任的时候高4.4，那比高了大概0.3个百分点。不过比去年11月份下降哦，去年11月是4.6。那 GDP 当然刚公布，比预期的差，大概差一半，大概现在是7%，第4季。2025年第4季，可是跟第1季比，去年2025年第1季是负的0.5。哎呦，所以整体的经济情况并没有不是袂歹呢，嘿，没有这么差。那当然支持度很差，就是支持度现在降到了42.5，他刚上任3月份的有48.3，所以持续下降，支持度没有上来。当然，我觉得跟他的现在。主持人或各位老师提到的很多的作为有关嘛，伊朗嘛，然后委内瑞拉，然后在前说对等关税，那对等关税这样被判违法，又不无效，又不愿意退款，然后要打官司等等的作为有关。可是补充另外一个我们从能源专家那边听到的消息，
伊朗战争拖久对美国不见得是坏事。刚才已经说到经济没有这么差了。第二个，川普不是一直想要开发页岩油？哦，恁大家来给我买石油。那去年的油价60块钱，而且我建币的油啊，足济。对，那去年油价才60块啊，根本不够开发成本啊。可是现在可能估，现在已经布兰特今天是100，预估会涨到150甚至200，那页岩油就可以开发了，川普就可以赚钱。哦，但是老师，因为天然气这项物件，这相对东北亚，尤其日本甲韩国伊需求真重。而且这个物件是关起来，迄唔是开加斯呢，迄开起来就倒起来咧，伊就要一节一节慢慢啊开，无会崩去呢。而且迄冷却吼，搁要等，所以等到你讲会使开机压落去了，敢若拍机翼的，创到遐才一个月外呢。咱台湾嘛是对遐来的呢。啊，这个经济影响是在国际上是不是发大呢？当然是很大的，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是，投行预估整个亚洲经济至少会跌0.5%嘛，至少现在。啊，你大家都无支持啊呢。那当然，另外就美中两个，就美国来讲，去年的谈判嘛，日本也说要跟美国买油啦，台湾也说要买油啊，所以这可能会加速对等关税谈判的贸易协议执行。第二个来讲，对中国的压力是更大的。虽然现在有一些外媒说，中国因为能源转型，把化石燃料的比例降到50%以下，那还是很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最近已经在紧缩或完全禁止石油的成品油的出口，它开始管控它的油价了。那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在过去，因为委内瑞拉跟伊朗被禁止的情况下，它可以拿到1桶10块钱，市价去年刚才说的是1桶60块，它以10块钱来拿。哦，那现在全部所以今麦回零机较少杯，是不是因为油较贵？对，我们也这么猜。所以呢，现在跳胆啦。所以现在涨到100块钱呢，它过去可以用10块钱买，现在要跟大家一样用100块买，它比大家还痛。来，上后要3分钟吼，要请3位来，辛老师。拄仔讲到迄个中国甲美国谈判的问题，咱知影因伫巴黎吼有谈判啊，贝森特甲何立峰有谈判。其中讲到一个讲，即马2个国家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好，所以以后有相关的要谈判，对，伊再透过这个委员会来谈判，唔免讲阿盖拢是习近平甲川普两个见面。第二个就是讲，拄仔讲到讲日本的自卫队的问题，其实唔是讲日本无爱派啦，因为日本咱知影日本是足遵守法律的国家，因为自卫队法内底的明白的讲，军队袂使到作战的地区去，伊即摆有可能会派，有啥名义讲，我派这个自卫队遐收集情报，安尼会使，毋过无啥物意义啊，安尼。来 ，Mango 教官，我觉得这个目前，先观察这个伊朗的战事是比较优先的，那他要把这边要怎么结束，就如同刚刚老师们所提到的，他对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对美国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对全世界的影响很大。这个机票要涨不少钱了，然后这个载客率也开始往下降了，开始降温了，这对大家的这个民生的问题是影响很大的。而且海湾这块国家看钱都目睭会开，你嘛挡袂偌久呢？张老师。日本无派兵吼，当然头拄沈老师讲真正确，伊法律限制嘛。但是伊即马国会嘛无拍算要受这个法律嘛，所以足侪人讲是什么日本爱受限的是种吼，可能拢讲受诈，这第一点。第二咧，头拄王老师讲，美国嘅经济即马是无讲足歹，这嘛是事实。但是咧，第一战争是2月28开始，今仔日是3月18天，假使美国经济都已经出代志啊，看会出来问题啊，你免怕，你嘛免怕，伊这国际上免算啊啦。第二吼，甲旧年迄是3月底，
当然美国经济是无讲偌歹，但是重点是人毋是甲旧年的时阵比，人是甲川普一碰风的物件来比嘛。因为伊讲我股票10万点，安怎，当然啦，伊假使讲吼，伊较谦虚一个吼，莫讲啊又大吼，当然是袂要紧啦。但是重点是伊这人就是爱奉承嘛，就是伊讲我起来做总统，啥物偌好，会当大家拢免纳税金。你金口来断一下，伊到底其中选举会赢输？假使是这礼拜投票，我看是无乐观啦，因为足侪所在补选地方的民主党基本上拢赢嘛。王老师，你感觉伊其中选举会赢输？那我们知啊，我没有在研究，没有。金口。